歡迎蒞臨博士智庫研究院科創中國第3屆創科香港論壇嘅現場，我係博士智庫頻道嘅主持 Amy。今日我哋好開心請到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嘅主席陳雪兒博士接受我哋嘅訪問。陳教授，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下你啲咩新嘅方向？其實新嘅方向就係繼續發展我哋嘅文創產業，因為而家我哋好重視，譬如科技同文化藝術嘅結合。即係你從事藝術行業，跟住我哋其實而家講緊呢一個科技嘅應用同藝術嘅連結，有咩睇法或者有咩意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其實科技只係一個方法或者一個叫工具，最重要咧就係將我哋嘅文化或者藝術通過科技去呈現出嚟。所以其實最終我哋都係以文化或者係我哋嘅藝術作為一個基礎去發展，所以呢兩方面都係重要嘅。即係或者未來我哋去教育下一代或者教育一個人才，呢方面都係重要嘅。陳博士，你可唔可以同我哋時下嘅年輕人俾一啲鼓勵嘅說話嚟同我哋分享下咧？我覺得未來嗰個年代咧，因為科技嘅發展，未來係有好多嘅可能性，佢哋嘅創意係可以係無限嘅。咁所以我都係覺得我哋嘅教育需要係喺呢方面發展，同埋我覺得青少年人一定唔可以氣餒，因為佢哋嘅機會係無窮無盡，所以佢哋嘅係好有光明嘅。好啊，多謝你接受我哋嘅訪問。